伫立委郭国文的见证，台南市政府由着市长黄伟哲、甲台糖公司的董事长严明祖共同签署神华牛墟用地开发的 MOU， 对1870年形成的神华牛墟市集，因为土地租约的问题，面临存续的危机。伫立委郭国文甲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志典等人的协助，经过几啊间的找找用地，一直到今年4月。才找到适合的地点，台糖的站文农场。台南的上华牛墟是台湾3大牛墟之一，但是面临的地主要将土地收回，所以这个牛墟有100年历史传承，有上看200年的历史传承，可能会面临中断。那这是一个对于民众怀有感情，而且这有历史文化意义，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业市集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让牛墟能够延续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郭国文立委的居中联系协调，还有议员们的帮助，能够让台糖，最感谢台糖能够首肯让市政府租下这一块将近5公顷的土地。那租下来之后呢，市府将来再转租给牛墟的经营的摊商业者，这样子一方面便于管理，一方面事权统一，一方面也能够让文化历史能够延续。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。那让文化不中断，让民众的生计也能够持续，也让很多好朋友将来继续来看台湾3大牛墟里面的最大摊上华牛墟。我在立法院就发动了财政委员会的会勘，邀请了相关单位，包括经济部，还有包括国营会以及台糖。那在6月间的时候，我们就达成这一个共识，要把这一块土地呢，出租给市府。那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协调沟通之后呢，终于今天有了签约的仪式。有这个签约的仪式的牛墟呢，不但可以让牛墟的这个文化资产延续，有这个签约仪式，牛墟的这个好不容易的庶民市集也可以不终止。然后有了这个签约仪式之后呢，大家的共同记忆也可以延续。更何况它会产生一些周边的公办效应，就包括牛墟如果以后呢设址在这边，那将来旁边呢，现在呢算是一个观光重地的一个台糖所在地，会有连带的一种作用。这种连带过去到山上水稻博物馆，我相信这样文化资产的一个动能会形成一个观光的一个热潮。经过适当的努力，为了无要让100年的牛墟市集文化来中断，神华牛墟管理人李武春嘛表示，神华牛墟伫民国91年刷甲石南以后，因为摊商哪来哪坐，加上民众停车嘛哪无方便，如果会用刷到台19架线的站文农场，不但地远宽，而且民众出入嘛相对的方便。这地拄好有适合。伊也厂长甘愿讲要拨5公顷反正，这安尼客拄好拢有够，停车场、挂市场安尼客拢有够，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阮经营落啦，你即摆落，讲实在，阮爱由市府来管理啦，阮是讲那甲标来经营安尼尔啦，会当将这个文化留落来是上好这个方法啦。上午的签约仪式将以台糖神华 KB 单167加354的地号作为神华牛墟签刷的地点，占地大约4.9公顷。后续将办理用地变更，并且向中央来争取经费，希望新的地点会用保留牛墟文化的特色，同时嘛维持摊商的生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